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就有人就有一点偏见，会歧视我们这样子，就是偶尔出去就会白眼，可以说的，照到人家白眼。婆婆拢逐日甲讲，逐针钱都退顿，赚的钱逐针钱拢退顿就对啦。我咧带几个新妇啊，还佫2个啦。我迄2个是带咱台湾的带一个我就安尼啦，佫带甲迄2个拢咱台湾。我迄2个钱够交你？无啊，较好诶，我都安尼。越南的现在开始交你嘛是家赚的啊。台湾的你嘛伊也无交你，你也无讲我怎啊？总无诶所以这个很多事情的文化的差距啦，还有一些原来的偏见的那些成见，拢得爱客气的。如果新住民他们收入又有，现在这些孩子，你看还要花钱去请人家照顾，那又很赶回来5点，这个5点就结束了。他们下班有时候6点，常常要加班，因为加班钱才会多啊。这样子我就想，也一定要想办法来照顾他们。看孩子吧，照顾孩子，照顾孩子，因为可以放心，也不用负担。不然的话，一个孩子补习费，你看那个时候我3个嘛，然后2个就要补习了，就是要去安亲班啊，因为没办法工作嘛。你看我们3个一起的话，就1万多块了。平常一个资讯啊，政府来的资讯是讲对有种吼要请阮就会知。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婷。台湾是个多元文化社会，许多新住民可能因婚嫁或工作的关系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然而，因为文化语言观念的不同，新住民在台湾的生活照顾也就相对重要。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已设置8处新住民社区服务据点，结合社会资源，解决新住民生活适应的问题，并提供相关的社会福利资讯。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社会局妇儿少科郭科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妇女及儿童少年福利科科长郭媛媛。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新住民的服务措施。那台南市这边很贴心的，为了拉近跟新住民的距离，所以设置了3处的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跟8处的服务据点，可以让新住民能够就近的来询问一些社会福利资源的部分，然后协助他们来到台湾能够适应台湾的生活。那我们发现，在台湾新住民的人口以陆配及越南籍的为最多。我们为了协助新住民能够尽早来到台湾，能够适应台湾的生活，除了提供一些新住民的服务以外，也为了他们的第2代设置了儿少照顾据点，希望能够解决新住民照顾小朋友的学业问题跟亲子教育的问题。那针对新住民的部分，我们有提供了社会支持，然后经济支持跟个人支持的部分，也协助媒合就业。欢迎所有的新住民朋友，如果在台南这边有了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说你的朋友有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就近找我们的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跟服务据点来提供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7月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第4条东西向快速道路，也是北外环道路工程，全长大约14公里，总工程费将近180亿。除了第1期完工，目前上困难的第3期，嘛将伫即几天进行吊挂作业。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午特别南下视察，除了关心工程的进度，另外对着建设国道北外环交流道的计划，行政院嘛已经核定，希望早一天规划同步施工。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午伫个秘书长李梦燕以及2位政务委员的陪同，带领中央交通甲内政等官员，实地视察台南北外环第3期的工程。听取高工局甲内政部营建署的简报，其中北外环第3期上困难的横跨高速公路的吊挂作业，嘛将伫即个礼拜内施工。对着整个工期进度超前，市长黄伟哲甲行政院长嘛拢表示肯定。至于后续的国道1号，
增设百外款的交流道，行政院嘛已经核定经费，希望会用个早日规划，干部来施工。北外环道可以说是台南连接南科一个最新的干道，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南科通勤族，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减少路程的浪费，减少时间的浪费，减少油耗，能够最快到达南科。那么北外环道现在的工程，感谢中央补助啊，总共的工程178亿，那中央补助相当多的比率，那我们这样子的话，能够让地方减少许多的负担，又能够促进南科的整体的发展。能够早日施工新建，就不会拢塌地用康家了，就会当安尼来就规个进行。这不只是要上国一快，要到南科，要相关连结也都会快。所以这个18亿，那我觉得我上次来的时候，黄伟哲市长就一直在争取，就一直讲。去年3月来看，黄市长就大力的，不但来看北环，就当时就已经要求这个交流道，同时要求南科3期的扩大，所以我都记得。所以黄市长为地方争取，非常有经验，也很用功，也很用心。所以这个我已经核定了18亿，那中央出全部的工程费，那地方就是用地费。所以用地费，希望黄市长督责相关台南市政府同仁，能够早日都市规划用地取得，那让它能够顺利进行。为了北外环快速道路的兴建，市长表示，除了完善台南的3横3纵，现在佫新增加第4条的东西向，上午包括立委陈廷辉、郭国文、加林宜景以及侪位的地方民意代表。嘛，拢到场关心，希望整个北外环道路的完工以后，会用个拍通南科到市区、甲安平的连接，同时嘛用个疏解永康交流道的车流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面对后疫情阶段，市府咧拼经济抢占振兴更的市场，市长委托政协相关局处推出6大优惠的加值方案，并且宣布5注丁科等等的大礼，鼓励民众交提300券到台南消费，不但当互效益加倍，搁再加倍，而且当抽豪宅、汽车等大奖。随着新冠疫情的趋缓，为了刺激经济，抢攻振兴券的市场。台南市政府整合经发、观光旅游、文化、交通、教育甲社会局等，共同推出食宿行、爱药股等6大优惠的加值措施。除了要予3000块的振兴券，效益会用翻倍搁翻倍。同时嘛，宣布5子登科大礼奖项内容，包括1间全新的2房2厅的公寓，还佫有汽车、电动机车。5星级饭店的总统套房，加帆船的游艇等，欢迎全台民众到台南来观光消费。我们经发局特别，我们也整合了我们各局处的一个相关的这些优惠。那我想，对于商圈的部分呢，我们28个商圈的部分呢，大家也都共襄来做盛举啊。所以我们从7月到12月的时间，各商圈他们也会提出各项好康的好礼。我们把3000块变6000块的大礼，其实呢，包含了交通。包含了各项的这个观光景点的整合，还有我们的这个饭店旅馆呢，都提出非常好的措施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在4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呢，那我们降成了800块。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所谓的观光景点呢，也都有免费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那么在商圈的部分呢，商圈的各商圈的理事长以及各商圈的这些活动的商家，他们也各自提出了这些酷碰券。其实他们也配合这200元跟500元，提出了这个好康的好礼，可能原本价值400块的，可能现在200块就买得到了。所以讲，透过各样活动的促销，让整个3倍券的功能发挥到最大的极致。我们各局处来做一个协调，大家都拼加码，大家都拼抽奖，大家都拼这个超值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们真的非常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本来台南的旅游品质就很高了，好山好水好吃好玩，但是呢，今天碰到了这些加码，其实就欢迎各位来组成复仇者联盟。不管你是报复性消费，你是任性消费，
还是你是随性消费，还是你是这个理性消费，都欢迎来台南就对了。市府经发局进一步表示，活动对7月15到12月31为止，民众只要去营业地点伫台南商家所开出来的发票，或者是夜市、市场摊商所发的登录券，就用上网来登录。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就用得到1组的抽奖序号；单笔登录相关用得到100组。将伫每个月15号来抽奖，上大奖将伫年底来抽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讲到要用300券来台南消费，得让抽豪宅超级大好康。当外界也咧议论纷纷的时，市长王伟铁3号就带媒体实地去盛华看市价大概600万的厝。市长欢迎大家来台南用300券报复性的消费，安尼就有机会抽到厝甲汽车等高利。振兴300券伫7月1号开放预购，各县市纷纷推出好康大放送，台南市嘛无例外。推出全台上强的抽奖，不但要送车，而且阁要送全新的厝，要来吸引民众来到台南观光消费。就这件吗？这件。经过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要向这个全国的好朋友、各位复仇者联盟的盟员，赶快来台南看看我们台南市政府要提出来抽奖的房子。空口说无凭，以实地的房子为证。我们不选预售屋，不选30年、20年的老屋，我们就选刚落成的新屋子。借着这个机会来让大家知道，第一方面，其实我们是找了蛮久了，因为很多的房子刚推出就已经卖完了，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把这个房子找出来，也谢谢我们我们工会不动产工会他们的努力，来帮忙我们找出这个房子。那当然，这个房子是要提供给来台南收这个消费之后抽奖至于消费的条件是什么，要累积多少元的消费，或是单次多少钱的消费，这个部分我们容后的整个游戏规则在公布。但是今天是主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没有在说谎话，也没有这个说空话，好，那就直接把实体的房子给大家看。这栋位伫善华区金华地段新建案，是由宇城建设所起，2房1厅1卫的房型，搁加上健身房、交易厅等公设，总价大约是600万左右。市府欢迎大家涌入到台南使用3B券消费，安尼就有机会会当换成厝。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5G 的国际标准一定伫今年完成，业者纷纷投入相关技术的开发。其中电信业者的5G 太阳管，对今仔开始到7月12号，将伫台南大安东百货来展开。活动期间，欢迎民众亲身来体验5G 快速的网络甲专线服务。远东集团串联旗下相关企业，伫台北举办5G 网络服务的记者会，宣布5G 时代正式来到。伫台南地区，除了有台南大碗吧店长许俊明、香格里拉远东国际大饭店总经理周丽华、宏远兴业、远东商银等代表，也拢做伙参加串联活动。消费者可以在今天开始到7月12号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过来这边体验我们的活动。我们有 VR 的设备以及5G 的标速活动，还有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多视角服务，可以看到不同的团体，比如说女团还是男团，可以有不同的一个人境模式来参考，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哦。5G 太阳馆开放时间为即马开始，一直到12号为止，每天下晡2点到8点，民众伫这个时间拢会当前往现场体验5G 快速网络的专线服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去问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目前国际双阳节正伫药剂大内顶各区闹热登场，其中物流企业公司为了消停台南的农产，特别购买双阳甲火龙果3500箱要送予员工。市长嘛特别出面感谢，佮担任一工的配送员，将新鲜的水果礼盒装起哩物流车。台南在昨红的酸亚正咧大出，另外柳叶的火龙果今年品质同款优质，吸引民众眼光。据了解，以酸亚为例，虽然有疫情影响，不过销量无减，外销电都增加1成。你为了支持辛苦农民，消停台南优质农产，已经有65档历史的嘉里大型物流，特别订购3500箱，要来送予员工。商务市长王伟铁特别装扮配送员，甲该公司董事长顺线做伙并内销，同时坐上货车担任司机，来感受一工配送员的滋味。2020台南国际芒果节，其实我们主要不是促销芒果，我们主要是要推广，让更多人认识优质的台南芒果。那不管是芒果，不管是火龙果，不管是接下来文旦，还是刚刚才结束的凤梨。其实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但是套一句这个俗语，就是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台南的芒果，台南优质农特产品，不怕你比较，只怕你没有尝过。所以呢，很感谢这个大荣货运，给许多消费者有尝试的机会，让他们一试成主顾。该公司经过乱桥的媒合，直接到产地来购买，同时运用伊全台368乡镇的据点，卖当直接将新鲜送到消费者手中，成为认购行销台南农产上好的管道。把产地的最新鲜的水果直接送到消费者的嘴里，让消费者享受到最新鲜的水果。就是我们成立嘉里鲜果，或是我们网络上的嘉里购，唯一的一个品牌就是水果。未来，我们希望继续秉持这样的一个主轴，把台南的水果继续行销全台湾的每个角落。市长表示，接下来连续2礼拜拜六伫玉井、大内、官田以及左镇拢有国际芒果节系列活动，欢迎民众把机会来好好享受。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现在新课纲愈来愈重视学生多元的表现，所以教育局特别伫暑假期间规划台南儿童艺术教育节，让台南的学生会当充分展现家己的艺术才华。学生精彩的表演为这届的活动揭开序幕。现在艺术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对此教育局也规划了这个儿童艺术教育节的活动，将要伫暑假期间来登场，以有意为主题，将由各级学校安排各种的艺术相关的活动，日前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特除了出席肯定学生的能力，也鼓励家长带领学生会使多多参与艺文活动，培养相关的艺文素养。这个艺术节不仅限于儿童，许多国中的同学其实他们都有非常高的艺术造诣。那这个活动也是有许多在国内外得奖的团队一起来进行。那主要的目的是提供给在暑期开始，一直到甚至到下半年，到明年1月，都有陆续有许多艺术节活动的相关这个展演，也可以提供许多学习的机会。让我们的同学能够一方面充实自己的职能，将来不管是升学，或是走人生的路，或是发展自己的才艺，发掘自己的性向，都能够有许多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充实了台南这个文化古都，能够有更多的艺术内涵。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作品，不见得都是成人才有的艺术造诣。其实我们看很多这种作品，它的作者都是很年轻的。包括10几岁的同学，还有甚至国小的同学，所以这点是让我们非常感到非常兴奋的。因此，我们感谢教育局，感谢我们各校的师长一起，还有更感谢我们的同学一起把这个艺术节活动给办好。我们将来还会陆续再举办更多的艺术相关活动。会中市长也颁奖品书予吉祥物朵朵，予伊成为活动的代言人，以着花蕊的造型，象征学生展开无限的创意。
教育局表示，资讯科技的时代更加需要美感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创作的美学力，除了平常时的艺术教育课程，即届的活动也规划甲美术馆、各学校的艺术团队来结合。对即届艺术教育节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上教育局的网站来查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有一名王女士是第一期乳癌患者，伫手术治疗以后，用化疗来控制病情，期间胃肠无爽快、亚肾等等的症头，所以台南市立病院透过中医来调整，互疲劳甲胃肠的症头拢得到改善，让患者有信心来面对后续疗程的挑战。炎症的患者除了受到炎症的症状影响以外，也有化疗的副作用，加上心内的压力。拢有可能出现其他的症状，亲像困无好等。市立病院中医部就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中医配合西医的协同治疗，透过中医的帮助，互患者会使更加顺利来对抗炎症。中医在治疗我们这个癌症的做辅助治疗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会根据不同的癌别来做分析那理论上来说呢，如果是跟荷尔蒙相关的癌症我们在治疗上呢会倾向于说，第一个我们会看他有没有在使用一些抗荷尔蒙的西药那另外会评估一下他有没有使用这些西药之后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另外会根据他的一些不同的期程接受了什么样的西医治疗？如果他今天只是在追踪期，在那个治疗之后的追踪期，我们主要的重点在于避免它的复发，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卫教就会是重点。那中医的部分呢，也可以主要是以控制相关临床症状的药为主，让他的生活品质改善。但如果呢，他今天是在治疗中，在化疗或是电疗治疗中，主要会以调理它的相关的副作用为主。那这些副作用呢，可能会包括恶心、呕吐啦，包括血球下降等等。那这些会根据不同的情况、临床情况，就是患者的症状呢来做治疗。这样中医的部分也不是只介入他癌症相关的症状。如果他今天睡眠障碍，或者说本来就有鼻子过敏，本来就有一些肠胃症状，这个其实中医都有很好的介入的方法，可以改善他的生活品质。这样子。医师也提醒民众，健保目前伫中医的部分有炎症患者加强照护整合方案，针对炎症的病友提供完整的中医评估甲治疗。同时，医师也强调，莫使用来路不明的偏方，要遵守医生的治疗方法。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侪云，有时乌阴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只有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7月3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